尾班車淨係得我同佢，我行開，倒影見到佢跟埋嚟，但係已經冇地鐵啦。加班散場，街燈半暗，人少咗，但視線就多咗。如果對面有個人咩都冇做，淨係望住你，你會點？今日要坐尾班車，成個車廂得我一個。喺對面有個灰色衫男人，成程車都望住我。我行去下一節車廂，隔住車門玻璃嘅倒影，見到佢跟住行過嚟。於是我提前落車，直衝客戶服務，同職員講有人跟住我。但係轉個頭，佢嘟一聲出咗閘，上咗電梯之後冇再回頭。我行上地面，個男人企喺路燈下，佢背對住我，好似等緊我咁。我企喺行人路，唔敢喐，佢都冇望我，但佢喺度，我都已經好驚。我截到的士，門一閂，先發覺自己手震。的士開出之後，我透過到後鏡，睇到佢冇追嚟。嗰刻我知，今晚我走甩咗。之後每晚佢都仲會企喺我心入面。今晚你安全返到屋企，但係佢已經認得你個樣。下次當你再經過嗰盞燈，佢可能已經喺度。留言話我知，你有冇試過俾人跟蹤啊？第7分局，緝靈女子組好評連載中。